跟住出套靚盤啊！呢、個景觀喺第三期可以灣，只需要22.800呢個兩房啊。三期嘅位置好方便嘅，呢套屋咧前身冇住過，你睇個天花板啦，當時咧係洋板房嘅交標嚟嘅呢套房啊，所以咧配得非常好嘅。先睇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咧個景觀係非常開闊嘅，前邊係冇樓遮擋，望田野望山景，視野非常開闊啊。呢個廁所都保養得非常好嘅，睇下天花啲啦。然之後睇下廚房呢個石咧大理石係嗰個膠防標準先至咁靚嘅啊！帶埋3個陽台，呢個細房間啦啊！呢間屋咧前身冇住過嘅。呢間靚房咧係3期可以灣嘅，可以灣咧樓下就係嘅市場車站，生活非常方便嘅。呢套房24樓高層，依家列指放價22.800，有興趣嘅話嚟行下睇房，唔該。